咱台灣各地頭咧辦活動的時，上在是會當看到福氣紅仔來表演，古錐閣親切。逐場精彩表演的背後，無論是角色設計、紅仔製作，也是演員，攏愛用真濟時間甲專業，才有法度完成。戲棚頂一工，戲棚卡3檔。公視台語台青春的日夢，今仔日暗時7點半，就要帶大家來看這場幕後總鏡人的故事。在展覽樂園棒球場，常常看到大聲佮俏面的福氣紅仔的形影，因趣味的肢體動作，甲現場的氣氛是擦甲鬧熱滾滾，甚至有袂少人是專程來看這個紅仔。不過戲棚頂一工，戲棚卡3檔，紅仔背後的總鏡人愛用真濟時間來訓練甲配合，才有法度完成一場聲人目的演出。要維持怎麼樣維持企業的形象，或者是說卡通角色裡面的這個粉絲心中的這個可愛的角色，都一直都是他們心中就是最完美的那一面，就變成說我們事前的整理啊，然後試妝啊，然後到表演啊，然後表演結束之後的偶裝的整理維護啊，然後保存啊，都是。表演開始進前，演員都要融入去紅仔總內底。這內底是拗翕閣熱，有當時表演時間傷長，紅仔較重，天氣若熱，閣會著沙。無細字若磕到摔倒，迄嘛是絕有的代志。不過對表演者來講，真正的困難毋是表演本身，是外界安怎看待這個頭路。觀眾的眼光、觀眾的水準，那以及就是說，雇主對於說這個吉祥物的重視程度，還有我們本身表演者之間的表演的能力。這些都是要一起各方面去提升的。要做一隻福氣紅仔，為設計到試穿需要真濟時間，嘛愛發揮想象力，找適合的材料甲方法，甲人客注文的物件做出來。可能有一些泡棉或是裁縫類布料，那布料佫有足儕種的，有塑膠的，有布的，有絨仔的，足儕。逐種物件的特性無共款啊，你要安怎以這個度的感覺？去用這個材料來做出來。福氣紅仔看了真古錐，背後是靠一陣專業的高人，把這個產業經起來。要安怎把這份互觀眾解鬱的福氣，回饋互創作者甲表演者，都需要較周齊的文創政策甲工作環境，互紅仔會當真正成做福氣的象徵。記者吳天虎、林建如綜合報道。